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0章第1节到第8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告诉多疑的多马，那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有福了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就是说没有看见就接受的人才是真信心。这就是希伯来书11章所强调的信心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样的信心考验在还没有当王之前的扫罗身上也发生了。撒母耳记上卷10章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这样的记载。于是撒母耳拿一瓶橄榄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亲吻他，说：上主膏立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你将治理他的子民，救他们脱离所有的仇敌。以下就是上主选立你做他子民统治者的证据。今天离开我以后，你会在便雅悯地区的谢上，靠近雷杰的坟墓那里碰到2个人。他们会告诉你，你要找的驴已经找到了。你父亲不再担心驴，却担心你，不断地问人说：我儿子该怎么办？你从那里再往前走，到他伯的圣树那里，会遇见3个人，他们要去伯特利向上帝献祭。其中一个人带着3只小山羊，另一个人带着3个面包，第3个人带着1个啤酒。他们会问候你，给你2个面包，你要收下。后来你要去基比亚，到上帝的山，那里有非利士人的营帐。你在进城的地方会碰到一群从山上祭坛那里下来的先知，他们打鼓、吹笛，弹着竖琴和七弦琴，并且受感忘形说话。上主的灵突然支配你，你会跟他们一起受感忘形说话，像是另外一个人。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要照上帝的引导你的要做的事。你要比我先到吉甲，我会在那里和你会合，并且献烧化祭和平安祭。你要在那里等7天，我到了以后会告诉你应该做的事。撒母耳见到扫罗之后，交代他一大堆的事情。对于扫罗来说，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，因为对于撒母耳必须要有信心，他才会去遵循。虽然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其实在强调的就是信心，但是最明白谈论信心更整全谈论信心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。今天新约经文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到第7节提到了亚伯、以诺以及挪亚的信心。由于信心，亚伯比该隐献了更好的祭物给上帝，他凭着信心赢得了上帝的赞许，被称为义人。因为上帝亲自悦纳他的礼物，他虽然死了，仍然借着信心说话。至于
由于信心呢，以诺得以不死，他被提升到上帝那里去，没有人能够找到他，因为上帝接了他去。圣经上说，他被提升以前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欢心。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。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，并且信他要报偿寻求他的人。由于信心，挪亚在还没有见到的事上听从上帝的警告，造了一条方舟，救了他和他一家。这样，他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从上帝领受了因信而有的义。希伯来书虽然提到的这些人，他们都还看不到人生前面的道路以及景况，但是却因为他们凭借着信心来跟随上帝。希伯来书甚至盛赞亚伯拉罕，说他是信心之父。当上帝的呼召他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他就愿意跟随上帝的旨意及命令，谦卑地跟随上帝的指示的道路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，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，愿他从圣殿援助你，从锡安山支援你，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，愿你的烧化祭，愿他成全你的心愿，成就你一切的计划。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欢呼，以颂赞我们上帝庆祝你的凯歌。愿上帝成全你所求的一切。现在我知道上帝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，从他的圣高天应答他，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。有人依靠他们的战车，有人依靠他们的马匹，我们却依靠上主我们的上帝。他们要瓦解扑倒，我们却要坚立不移。上主啊，求你使君王得胜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应答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领受恩典的人，成为跟随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更有坚定的信心，愿意谦卑跟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